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林志坚，予台大撤销硕士的学位。外界嘛真关心林志坚另外一本中华大学硕士论文调查的进度。中华大学讲应该后礼拜到结果。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是向因的党内来喊话，爱全体党共治团结，相信林志坚的清白，也毋过有杂音。这蔡英文派系立委就有人提出着质疑，讲为着林志坚甲台大来对立，根本就是兄茶天火岛。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赶紧出面来拍火，爱党员尊重党中央的决策。林志坚论文经过台大学论会认定抄袭，不过总统蔡英文十号伫咧民进党中执会表达相信林志坚是清白的，正面挑战台大学术。前立委黄国昌看袂做的，伫咧人面册铺文批评蔡总统为了换党的政权，颠倒是非，无咧顾事实。嘛讲即摆的国际局势需要蔡总统专心投入团结人民，毋是为了政党选举来磨咱人民的信心和知识分子为敌人，那样嘛召开记者会改例。台大100年的大学，出了多少的名人？为了你的选举，你就可以把台大的这个招牌践踏在脚底下。民进党内部嘛传出声音出来，认为党中央无应该和台大对峙。前民进党立委林罗水嘛伫咧面册铺文改口说，咁真正就要叫民众伫咧民进党和台大之间来选一个，这是虾米神妙的战略决断？对这个传闻，立委罗致政是讲，党中央已经讲清楚立场。我觉得这不是对干的一个议题哈，它是对一个事实或对一个论文审定的看法的不同。党中央的部分，蔡主席昨天已经明确的说明了。他的立场跟整个党的立场，这个没有所谓整不整合的问题。那党员当然要尊重这个党中央的一个立场。面对争议，林爷即马大家拢点唔敢讲话，当事人林志坚嘛雄雄取消议定的活动，论文的风波，互民进党内部变甲真无平静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